78歲婆婆由2個仔同孫女陪同一齊由大陸新會嚟到我哋辦事處，希望揾大聲嘅助聽器。婆婆喺大陸揾咗好耐，都揾唔到大聲適合佢嘅助聽器，幫婆婆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右耳極重度弱聽。原來婆婆喺國內配咗一對耳背式助聽器，聲音唔夠又笑叫嚴重，俾婆婆試用我哋公司嘅24通道 Vi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婆婆馬上聽到我哋講嘢，聲音比佢原本用緊嘅大，又冇笑叫。唔聽到我講嘢呢？聽唔聽到啊？你喺邊度過嚟噶？肇慶嚟噶。喺肇慶住咗幾多年啊？住咗幾耐？係啊。哦。婆婆2個仔馬上決定購買我哋公司嘅24通道 Vi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婆婆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同家人正常溝通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